邊個話平嘢冇好？印第安納流馬重返闊別25年嘅 NBA 總決賽舞台，喺佢哋嘅球員總薪酬，成隊波使咗1.7億美金唔夠。其實自2004至05年球季都係慳住就住使。球會目前除咗核心球員 Tyrese Haliburton 同埋 Pascal Siakam， 其他成員例如側翼戰將 Aaron Nesmith、防守悍將 Andrew Nembhard、體能怪物 Obi Toppin 都係收緊200至1300萬美金年薪左右。雖然係借齋嘅價錢，但係隊波卻喺常規賽同埋季後賽分別做出第3最低嘅失誤數據。喺成個晉級路上，三分區嘅命中率更以40.1% 冠絕咁多隊季後賽球隊，而且每100次進攻轟入嘅117.7分，亦係進攻效率排名第2。球隊超強嘅後備陣容，更造就咗隊波時刻喺比賽保持快速嘅進攻節奏，令佢哋喺季後賽做出多次驚人嘅逆轉勝，包括喺首圈對公鹿 Game 5最後40秒一度落後7分，第2圈對騎士 Game 2比賽入面喺最後50秒落後7分，以及東決對 New York Knicks 離完場前2分51秒落後14分，最後都成功逆轉贏得以上比賽，完完全全打出燒鵝嘅味道。不過溜馬即將進入豪華稅嘅最大考驗，因為要成功做到主力中鋒 Miles Turner， 溜馬團隊薪資總額將需要突破豪華稅嘅門檻，結束長達20年嘅避稅政策。想知道更加多關於 NBA 得意消息、股仔及最新動態，請馬上關注 NBA Outsider 以及 VBase HK。